投诉调度的问题，一场比赛一天就关起来种3种。当然，我哋指导也拜当然都投诉有睇到有广告嘅，中期后人有表现过唔好。打擊3球打，當然贏球唔係咁簡單，那另外呢，當然投訴調度講啊，某個時間唔會調度，當然他家一個球迷啊質疑講啊，調度嘅時機錯啊唔錯，但是我有一個講法，佢講嘅教練嘅調度錯啊唔錯，因個地步嘅情形。比你還了解啦，你從天時淡薄看到嘅，你係第三者。係，我看到像一部分呢，嚴明一段選手從下成法，從下練習，當然嚴敵人嘅狀況。人又唔爽快也來，也係講心情嘅全部人可以啲，所以比較講起來我對教練調度嘅方面嚟講，球迷嘅質疑我比較講個唔適當。你100%聲音教練團。一聽下呢，因為我哋講，我哋選出嚟國威他個看一擺總教練郭泰源，教練吳富連啊，係啊，李明士啦，洪一中，全部用我哋目前國內最優秀嘅教練。當然，教練嘅一種。那選手的表現也會相關聯，相關聯，意思講迄日選手表現正常啊，教練的調度正常，當然會贏一場球就幾簡單。所以講，球賽唔順利嘅，打擊也會失敗，有落差，輸皮也會有，調度也會本人去講樣，當然一個綜合起來也變成比賽結果都唔好啊。確實係咁，我預測。